第四个谱架字母或者是元音符号，藏文的四个元音符号。那藏文的四个元音符号的话，就是藏文的四个元音符号，四个元音的发音与名称。那个四个元音符号，它有名称，名称是很重要的。我们拼读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念那个名称来拼读，所以呢，名称一定要学那个名称。那个它是元音是一个符号而已，它单独没有用的。它挂在一个字母上，加在一个字母上的话就，它有用处。它单独一个那个符号是没有用的。那个里面的圈圈是我们那个笔电脑里面打字的时候呢，那个有圈圈，那个圈圈是代表是它是一个字体字母，但是那个加的时候呢，那个圈圈是没有。这个是它单独打字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圈圈的，圈圈的地方有那个表示它地方要有一个字母，就这样了。所以说藏文里面的元音符号，或者是我们那个就是中文的话，声调嘛，四个声调，就像类似藏文里面的声调也是四个声调。就是起咕，这个上面的元音的符号是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勾的，这个是下面加的，然后呢上面一个这样，然后呢拿入就是有第四个就是元音符号是这样子，就是它的形象是这样子哦，然后它的名称这个叫做。第一个元音符号叫做起咕，它叫做起咕，一定要学会这个它的名称起咕。然后这个第二个元音符号，它的名称是小咕，它叫小咕。然后第三个元音符号，它的名字叫做整波。然后第四个元音符号，这个它叫做纳入，它的名字就是纳入。所以它那个起咕、小咕、整波、纳入这四个，它的形象、它的名称一定要记住。然后它的发音的部分就是我们英文里面的 e u a o 这四个发音。起咕的发音就是 e， 小咕的发音就是 u， 整个的发音就是 a， 纳入的发音就是 o，e u a o 的发音。然后加法，它加在哪里呢？它有些是字母的上面加的，挂在上面的。有些是字母的下面，有些是字母的上面，有些是字母的上面哦。然后这个四个里面，3个元音符号是上面加的，只有一个在下面加的，就是小咕。第二个元音符号它是字母的下面加的，字母的下面加的哦，挂在下面的。其他都是挂在上面的，每个字母都挂在上面，但是只能挂一个元音符号，根本不能挂2个在同一个字体上，根本不能加2个3个就是元音符号，元音符号你只能用一个，只能加一个元音符号。有些字就是说，梵文的，或者是那个新咒语啊，咒语那些有一点点，
就类似于梵语，梵语应该可以的，两个、三个都可以加，一个字的上可以加两三个同样的那个发音，那个叫什么元音符号，两个屁股或者两个小猪或者两个正部或者两个纳入或者三个纳入，这样有一个加法，有加法。但是我们藏文几乎藏文里面是一个一个，只能加一个一个，不能加double，就是两个两个。就这个是加法，它的起鼓，这个叫起鼓，这个叫小鼓，这个叫真波，这个叫纳肉，这四个名称一定要学会，一定要记住。如果那个名称记不住的话，以后那个拼读的时候呢，那个字母30字母加那个元音符号的拼读的时候呢，你名字不会的话，你没办法拼读，没办法拼读，所以呢，一定要学会它的名称，提古小去正部纳入，然后它的长相，它的长相，好，就这样。那字母加四种元音符号的变化，那字母加四种元音符号的变化的话，就按列的话啊加上那个字母那个元音符号的它的变化是啊，就是它的基础的字母嘛，它的字母加上四种元音符号的它的发音的变化就是啊。然后我刚刚讲了这个一定要学会它的名称，因为拼读的时候呢，按照它的名称来拼读。所以说这个是啊嘛，这个是什么？元音符号的第一个元音符号叫做什么？起鼓嘛，起鼓。所以起鼓起鼓就这样发音，这样拼读的，拼读也是这样拼读的。起鼓起鼓然后这个的话，嘛小猪小猪它拼读的时候呢，这个叫小猪嘛，刚刚前面有讲过的它的名称，小猪，这个叫小猪，所以呢，它拼读的时候呢，小猪小猪这个它的基础的那个字母是嘛，字母是然后呢，它的那个叫什么？元音符号是整波嘛，所以说整波整波这样发音整波然后它的那个字母是然后它那个第四个元音符号叫做纳入，所以说它纳入纳入所以u这样直接念的话我们那个念的时候呢，不用拼读，直接念也可以的。但是呢，当初我们初学者学习的时候呢，拼读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分开来拼读起鼓小猪正波纳入这样发音。然后下一个，下一个第二堂课我们重新那个主要每一个字母30字母加辅音元音符号的它的念法或者是它的发音的部分，怎么改变发音？那个30字母加元音符号的话，怎么去拼读？拼读的方式怎么去念？然后它的发音怎么变化？这些下个第二堂课的时候学习。那第四个是那个基本字母的书写的笔顺嘛，书写的笔顺。那书写的笔顺笔画的方式就我那个从Wikipedia 里面拿出来的。这个 Wikipedia 里面有很好的一个笔顺。
那个嘎的笔顺是这样子。藏文几乎都是先写那个头，横着横着，从左边开始这样写。所以这个很清楚，你们看一下那个笔顺，先写那个上面的，然后写这样，然后写这个，然后写这个，然后写这个这样写，就都这个顺序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整理的很好，所以我就拿出来用我们的 PPT，我有那个图片的出处，出处也在那个下面有，那个是网络上那个谷歌的那个 Wikipedia 里面的那个藏文的部分。就这些你们自己自习一下，在家里一边念一边写。你写的时候呢，你那个顺序写的顺序你不清楚的话，要看这个我那个传给你们那个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大家可以下载，然后呢可以去印出来，然后呢你们自己一边写一边念，一边写一边念，所以呢这样一边写一边念的话比较容易记住。所以这个里面的那个笔画的方式都是这样，笔画的方式，他的笔画方式，那的笔画的方式，爸的笔画的方式，全部都有，全部都整理了，哈啊到啊都有那个藏文的那个笔画的笔顺的方式，按照这样练习练的话，就就一起，如果嘎到啊，你会写的话，就这么而已啊。那个藏文是30字母而已嘛，然后呢，有一个下加字、后加字，也是一个，也都是那个藏文30字母里面的，没有另外的呃字体啊。所以还有4个，那个元音符号是稍微不一样的嘛，这个是很简单的，这样勾一下勾，就这样的比较简单。然后主要是那个30字母要一边念一边写的话，你比较容易记住，它的发音也是记住，然后呢，它的形象，那个字里的形象也是比较容易记住，所以这样方式来，多多练习。好，那第一堂课藏文的入门那个，它藏文基础的那个入门的，就是入门的那个作业你们那个这个礼拜要背诵30个精英字母，就是呃熟悉的要记每一个字母的那个发音和顺序，然后呢，第二个是热情每一个字母的字形，能一眼辨识出每一个字母的避免那个混乱或者相似字形的那个发音的部分不能有搞错。然后第三个是记住4个元音符号的名称与写法。为基础的字母，它加上4个元音符号的时候呢，怎么去那个发音怎么变化？然后书写的练习，那个书写练习，刚刚我前面讲的那个抄写30个基本字母，你们网络上应该可以买得到那个藏文的书写的书本那个书写本，它的有笔顺，还有那个它有线，藏文的书写本那个笔画的方式有4条线，3条是藏文的它的那个身体，然后第4条线最下面的线是那个它的脚拉到的一个线，就不能超过这个线，就这样的有3个在一起，一个在下面，稍微下面就是一个下面的是它的一个脚的那个线。就这样的有一些作业本可以网上买得到，网络上买也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好好要学那个字体的话，要买这样的一个书写本的话比较好一点，不然你自己可以控制里面，白纸里面可以随便的一个笔记本里面可以练。好，那就这样哦。那改天礼拜天，再下一个礼拜天见。好，大家晚安。